睇起身好好，睇起身好規矩。龍波已經教咗好耐啦，從40幾年前開始就開始教啦，係龍波鐵尊者叫自己教嘅，就不停喺度教。想要問佢話幾時先至可以唔需要教啊？佢嗰時候已經唔喺度啦，唔知道應該點算。實際上，龍波教俾大家嘅有好幾位祖師大德，佢哋話龍波所教嘅法，聽一個就夠啦。如果可以實踐到，可以去做到嘅話，聽好多好多，好似聽嚟聽去，其實係浪費時間。聽到明白，只係聽一個，攞去實踐，攞去實修，就會睇到結果。有好幾位啊，佢哋聽咗龍波嘅呢個講法，係咁樣講嘅。大家已經聽咗好多啦。龍波教咗差唔多有3000幾個音頻，好多。有啲咧係有錄音，有啲係冇錄音。喺教嘅時候，平時係概括晒、包括晒理論、實修同埋實證，教話修行應該要點樣做，點樣去修行，然後邀請大家一齊嚟實修。如果有問題嚟問，咁咧就幫助大家去解決，亦都去鼓勵大家繼續向前行，唔後退。咁樣嘅工作，龍波係全力以赴去做㗎喇。大家要認真咁樣攞法去實修。有啲人嚟求祝福，嚟祈福話，希望龍波明白嘅法，希望自己都可以明白。龍波一直都係咁樣答㗎，就話都得，但係龍波所實踐咗嘅法啊，你都要實踐一下喎。佛教唔係祈求嘅宗教，祈福嘅宗教唔係啊。我希望保佑我可以獲得呢樣嗰樣嘢，呢個唔係佛教。嗰個係，比如話好似印度教咁樣嘅宗教，唔係話佢唔好，佢都有佢嘅好，但係唔係佛教。佛教係要我哋靠自己嘅宗教。佛陀睇到話人類係有潛力嘅，可以提升，但係唔係每一個人。有啲人佢哋就好似淤泥下邊嘅蓮花一樣，根氣未成熟。比如話嗰啲有宿命論或者係嗰啲永恆論、不死論咁樣嘅邪見嘅人，呢啲人係教唔到嘅。所以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學法，但係邊一個佢可以打開自己嘅心嚟學。如果冇業去切斷嘅話呢，咁就可以嚟學，唔會太難。之前龍波都有疑惑，因為龍波呢從細個嗰陣就開始打坐啦，嗰個時候一直都未遇到開發智慧嘅方法，唔知道話點樣做。龍波都依然喺度打坐，冇停止過，就好似話自己訓練到只係到呢個程度，但係都唔會放棄，每一日都去做，去睇典籍，睇到話發現有好多修行嘅方法，唔知道要從邊度落手，直至到遇到龍布敦，
嗰個時候自己已經29歲啦。29歲就相當於係悉達多太子從皇宮出嚟出家嘅嗰個年紀。29歲先至遇到龍布敦，佢教自己觀心，觀自己嘅心，不斷咁樣去觀，冇停止過，每一日都觀，忍耐精進咁樣去實修，而唔係聽咗法，然後聽完咗之後就係咁樣啦，然後再嚟聽過，再一次聽完咗，然後又係咁樣，唔會繼續去做，咁樣係冇辦法得到好嘅寶貝㗎。當龍布敦佢去思維，然後話乜嘢業處適合龍波啦，佢就叫自己去觀心。實際上龍波啊，後嚟返轉個頭去睇，發現從細個嗰陣就開始嚟觀心啦，但係唔知道，比如話喺屋企附近發生火災，即係10歲嗰個時候，個性就返轉個頭嚟睇呢個驚慌嘅心，然後嗰個驚慌就消失咗，心就安住，或者喺度做乜嘢唔鍾意嘅嘢嘅時候，比如話之前唔鍾意學英文，因為細個嗰陣呢，老師好惡，要自己去背嗰個3個時態嘅動詞，然後話畀一個禮拜畀你，然後呢你要全部背晒，如果背唔晒就會鬧你。嗰個時候就非常之一直都討厭英文啦，甚至係討厭個老師啊，所以就討厭英文課，就一直討厭英語。咁到咗學英文嘅時候呢，就會覺得心入邊冇快樂。如果學其他嘅學科，就可以自己感覺到，但係話唔知道嗰個就係觀心，唔知道話有咁多嘅好處，只係話細個嗰陣，因為冇高僧大德喺度指導，但係仲可以自己自動就可以觀心啦。比如話學有一啲學科，有啲係唔鍾意嘅，唔鍾意，比如話跳嚟跳去，學呢啲咁樣嘅學科嘅時候，心就冇快樂。如果去學，比如話擊劍之類嗰啲呢，就鍾意。但係仲未到上課嘅時間就已經好快樂啦，咁呢個時候都知道，但係唔係持續咁樣去觀，只係有時候觀一下，所以就唔知道佢嘅呢個重要性，佢嘅價值。咁龍布敦叫自己去觀心之後，自己就訓練去每一日去觀，一開始係唔識睇嘅，唔識觀嘅，然後努力咁樣令到個心靜止唔喐空，然後長老就話呢個唔啱啊，心有積集去思維造作，你收咗令佢唔去思維唔造作，呢個唔啱噶，要重新嚟修。咁以前嘅嗰啲高僧大德，佢唔會直嚟直去咁樣講得好細緻嘅，佢教得好短，要靠自己去摸索。咁龍波就訓練嚟觀自己嘅心。龍波呢係親心型嘅人，喺觀心嘅時候呢，觀心呢觀得比較清晰，最清晰最頻繁嘅就係親心。一陣呢又嬲你，一陣又嬲你，一陣又煩啦，又煩躁啦。比如話邊個同龍波講嘢講好長，然後講唔完，就覺得好煩，唔想聽，唔鍾意聽，覺得浪費時間，想要用時間用嚟修行。然後比如話有啲人邀請龍波去玩，然後去講嘢，講啲無聊嘅嘢，龍波唔去㗎，因為龍波唔係嗰啲鍾意傾偈嘅人，因為一傾偈就會有時候心就開始煩躁，就可以去睇到自己嘅心。所以訓練去觀心一開始
就最頻繁嘅就係睇到親心。一開始仲唔熟練，一定要好強烈嘅親心生起先至睇到。接落嚟呢，經常去睇，然後呢，有啲唔舒服就已經知道啦。比如話喺呢個比較清涼嘅呢個涼爽嘅房間入邊，然後有時要行出呢個房間，一打開呢個門，嗰個陽光一接觸到我哋嘅眼，自己嘅眼，嗰個時候心已經開始煩躁啦。嗰個光只係接觸到眼就已經係煩啦，就睇到話哦，有非常之多呢啲細嘅煩惱啊。所以一開始龍波觀心係從親心嚟觀嘅，心有親知道，心無親又知道，親心生起知道，然後親滅去又知道，有親係源自於有接觸，係從觸開始嘅。眼耳鼻舌身意接觸到外緣，然之後呢，因為自己有一個性格呢，就係容易好有親心，咁樣就好容易做咗親心啦。一開始可以觀親心，接落嚟就可以睇得越嚟越細緻。有貪心生起都知道，想食點心就睇到話想食飯，比如話想食飯又睇到，然後睇到想要嘅心，有慾望嘅心。比如話天氣熱啊，想要沖涼，就睇到想要嘅心，就可以睇得越嚟越細緻。睇到貓好得意，好可愛，想要入去同佢玩，想要摸下佢，然後就會睇到個心呢，就係愛貓啦，心中意呢個貓啦，呢個都係一種貪。然後呢，就咁樣去觀察自己。一開始睇到最粗重嘅事物就係親，接落嚟就會睇到更中等嘅粗糙嘅嘢就係貪，最後呢就會睇到痴。心散亂知道，心寧靜知道，心呢有啲低迷昏沉又知道。心散亂走去眼耳鼻舌身意，然後有時候捉住呢個所緣，有時候捉住嗰個所緣，然後散亂於六根，散亂於眼耳鼻舌身意，就睇到心走咗去眼根又知道，走咗去耳鼻舌身意，走到每一個根門知道。大部分呢，走去意根就係走去諗，如果心走去諗，冇覺性及時咁樣知道，有時候貪就會生起，有時候親就會生起。貪親痴，佢其實貪親全部都係痴嘅呢個子女，如果冇痴嘅話，貪同親係冇辦法生起嘅。因為煩惱每一次只係工作，有一個出嚟工作，咁呢，親生起嘅時候，佢會有親同時生起。如果唔迷失，親係冇辦法生起嘅。喺貪生起嘅時候呢，一定都會有迷失。如果唔迷失嘅話，冇辦法生起貪。一開始就從自己可以睇到嘅嘢去學習。喺所有嘅煩惱入邊，有貪親痴，親心係最粗糙嘅煩惱，佢嘅過患係最大嘅，後果係最大嘅。親心生起嘅時候，佢嘅後果過患係最大嘅，因為心就非常之燥熱。但係親心呢係容易斷嘅煩惱。點解容易斷呢？因為可以睇到佢嘅苦同埋佢嘅後果，佢嘅過患。然後貪呢，佢嘅過患比較少，副作用比較少，但係屬於好難斷嘅煩惱。比如話我哋行去 shopping， 然後去商場或者去邊度，然後心想要呢樣嗰樣，我哋冇睇到有啲咩損失，然後就唔想去斷佢。然後親呢，佢好強烈，佢有好多過患，容易斷係因為我哋可以睇到佢嘅苦。然後貪呢，佢嘅過患少，但係好難斷，因為我哋睇唔到佢嘅苦，睇唔到佢嘅副作用。而痴，佢嘅副作用係最大嘅，佢係所有每一種煩惱嘅父母。
所以佢嘅過患係最大嘅，而且都係最難斷嘅。痴其實就係迷失，一迷失就分唔清是非對錯啦，可以做錯每一件事，好難斷，係因為我哋迷失，我哋就唔知道話而家有痴，我哋就睇唔到痴嘅呢個副作用同埋苦。喺我哋心走神嘅時候，我哋可以睇到苦嘛？睇唔到噶。我哋心飄飄浮浮嘅時候，有時候係中意嘅，係好似好沉醉陶醉喺入邊。所以痴係一種副作用好大，同埋係最難斷嘅煩惱。痴咧就好似係好黐嘅嗰種膠水，然後好難切斷嘅煩惱。咁痴嘅佢嘅首腦就係無明，無明其實係所有煩惱嘅呢個起點，所以呢個痴係好難去同佢鬥㗎。真正可以贏過呢個痴嘅呢，就係阿羅漢。如果仲唔係阿羅漢，就唔可以完全咁樣消滅痴。所以我哋要訓練去修行。如果我哋係親心人嘅人，就去睇心，有時候有親，有時候無親，有時候有親，有時候又無親。如果我哋係非常之貪心好重嘅人，睇到乜嘢都想要得到，就去觀心有貪，就去知道心無貪，又知道不停咁樣觀。而心有痴同埋無痴，呢個好難觀噶。我哋要觀到，一定要修某一個業處，一定要先覺知自己，因為痴係迷失，就係忘記自己。我哋要嚟訓練覺知自己，令到覺知可以生起。如果我哋可以覺知自己，先至可以基本上同痴去戰鬥。痴就係迷失，忘記咗自己。點樣先至可以覺知自己呢？我哋命令個心覺知自己係做唔到噶。龍波唔係話睇唔起邊個，只係實話實說。呢個世界上基本上係冇人喺度覺知自己嘅，有嘅都係迷失嘅人。非常非常少嘅人先至可以覺知自己。如果從來都冇修行過，根本冇辦法可以覺知自己。如果冇過去嘅嗰啲福報嚟支持嘅話，比如過去世嘅呢啲功德福報，就唔會覺知自己，有嘅只係迷失。所以我哋如果真係要獲得覺知自己，一定要落定決心，然後修一個業處，一個禪法，乜嘢都得，係我哋擅長嘅。然後不斷咁樣去覺知心迷失。比如話喺龍波訓練嘅時候，龍波吸氣念佛，呼氣念陀，心迷失去諗，然後忘記咗佛陀，忘記咗呼吸。自己曾經吸氣念佛，呼氣念陀，至到熟練啦。咁一迷失去諗，一下自己就知啦，話哦，頭先迷失咗啦，忘記咗吸氣念佛，呼氣念陀啦。喺跟住龍寶敦修行嘅時候，龍波係用心作為臨時嘅家嘅，呢個係難嘅。用身體作為臨時嘅家簡單。遇到龍寶敦嘅時候呢，嗰個時候佢叫嗰個時候龍波係用心作為臨時嘅家，佢叫自己去觀心。佢叫自己去觀心係因為嗰個時候龍波已經安住啦。喺遇到龍寶敦長老之前，龍波已經可以訓練個心安住啦。其實就係透過修禪定，係修正確嘅禪定，然後心可以安住。然後龍寶敦就叫自己去觀心。龍波用心作為臨時嘅家，心安住又知道，心唔安住又知道。唔安住嘅心，即係迷失走開嘅心，走咗去眼耳鼻舌身意嘅心。
因為自己曾經觀呢個心安住，觀到熟練，然後心迷失一啲啲，覺性就生起咧，就知道話，忘記咗安住嘅心啦，心已經跑開咗啦。一旦及時咁樣知道，迷失嘅心就滅去，安住嘅心就即刻生起。喺龍波遇到龍布敦嘅時候，龍波咧係用心作為臨時嘅家，呢一點係難㗎，因為心係好細緻嘅事物，好微細嘅事物，心係好快㗎。如果大家仲唔可以訓練個心變成知者、覺醒者、喜悅者，仲唔可以用心作為臨時嘅家，因為心咧可以走得非常之快，要訓練直至到心成為知者。龍波從細個嗰陣就開始訓練心啦，10歲嘅時候就已經獲得知者嘅心啦。實際就係從打坐入邊可以得到嘅，但係得到咗之後都唔明唔理解。打坐嘅時候吸氣念佛，呼氣念陀數1，吸氣念佛，呼氣念陀數2，就一直數到100，然後再重新再從1開始數起。不斷咁樣訓練，有時候心就會寧靜落嚟，然後數字就會消失，只係剩低吸氣念佛，呼氣念陀。心更加寧靜之後，佛陀呢個念誦嘅內容就消失啦，就一剩低呼吸。更加寧靜之後，呼吸佢都消失啦，就變成光，心就走咗入去光明入邊。接落嚟就睇到話唔好，心去捉住光，嗰個係沉，嗰個心同埋光冇刻意咁樣打成一片，呢個係事。然後呢，有時候心走咗去出邊，覺性冇辦法可以控制呢個心，然後呢，出去睇到呢個天堂或者天界、天神等等，心出去睇，但係睇到嘅嘢呢，有可能唔係真嘅，都有可能，因為呢，所有嘅呢啲禪相都唔可信嘅，唔可靠嘅。尤其是仲有煩惱嘅時候呢，佢係有可能一直欺騙我哋㗎。龍波睇到呢個心出去可以睇到天界，咁就好驚，因為既然可以睇到天神，就有可能會睇到鬼；睇到天界就有可能會睇到地獄。龍波怕鬼，呢個時候呢，就用實跌，就用呢個覺性嚟呵護心。然後心準備要跑出去同光喺埋一齊啦，然後呢，就知道呢個心跑出去，心就會抌低呢個光，然後抌低呢個沉同埋事，然後翻嚟呢個心呢度，心反過嚟翻到心呢度，知者、覺醒者、喜悅者嘅心就生起。知者、覺醒者、喜悅者嘅心生起，佢安住嘅，有喜有樂。然後睇到起生同埋滅，但係唔識得繼續點樣繼續行落去，因為細個嗰陣呢，細路仔唔會諗得好多，所以好容易收。如果大人就諗得好多，就好難收。細路仔比較天真無邪，然後師父叫自己去收，自己就去收啦。然後10歲嘅時候呢，自己喺屋企門口喺度玩，同埋其他啲細路仔一齊，因為嗰個時候有一班細路仔係一齊玩。嗰啲而家呢嘅細路仔都好可憐，因為冇朋友，就淨係同手機玩，咁只能夠同非人去玩，因為手機屬於非人，佢唔屬於人類。嗰個時候呢，龍波喺屋企門口呢，就喺度玩嘅時候，然後附近發生咗火災，然後嗰個時候呢，玩嗰啲波珠，龍波就將嗰個波珠先執起身啦，就想跑去話俾爸爸知，話屋企附近有火災啊，因為嗰個時候就係排屋，然後大概係隔4-5個屋，然後就發生火災。第一步冇覺知，第二步呢，有嚇一驚唔知，但係第3步嘅時候，覺性翻過嚟睇到嚇一驚嘅心，然後
嗰個驚慌失措呢，就即刻消失咗，心就安住成為知者、覺醒者、喜悅者。呢個時候呢，唔需要去打坐，但係覺性佢捕捉到正在存在嘅呢個狀態，因為呢個驚慌就屬於瞋心嘅部分，然後包括妒忌，然後孤寒等等，呢啲都屬於瞋心。咁龍波客一驚，然後瞋心嘅呢個係好容易觀嘅呢種煩惱。呢個覺性捕捉到客一驚，然後呢，佢就滅去，心就抽身出嚟成為知者、覺醒者、喜悅者，佢就唔驚啦。呢個時候就行去話俾大人知話屋企附近發生咗火災。呢個時候就睇到其他人喺度驚慌失措啦。從嗰一日開始，龍波嘅心就咁樣不時咁樣可以安住起身。嗰個時候細路仔有時候迷失去呢個仲係去休息，然後又安住。細路仔仲唔識去睇其他人，咁就以為咁樣嘅心其實其他人都有，但係實際上唔係嘅。世間係冇安住嘅心嘅，冇覺知覺醒嘅心嘅，有嘅都係一直迷失嘅心。咁直至到嚟修行啦，龍布敦睇到龍波嘅心安住咗啦，可以繼續去觀心，然後叫龍波繼續去觀心，就睇到個心安住，然後滅去，然後睇到個心走咗去眼耳鼻舌身意，心走咗去邊嗰間門就滅喺嗰度。一開始龍波修行，龍波喺心口呢個地方會有動盪，然後就以為心呢就喺呢個心口呢個地方，以為喺呢個心口呢個地方，然後苦樂好壞係從心口呢個地方呢冒出嚟嘅，就以為心喺嗰個地方，然後呢就去問長老，即係龍布敦，長老，心喺邊度啊？然後自己心入邊已經有答案啦，話心喺呢個心口嘅地方。但係長老就話心係無處可安嘅，心係喺邊度生起就喺嗰度滅去。聽咗之後啊，覺得非常之震撼，話咁我哋自己呢個聽咗觀心，咁佢點樣觀啊？去邊度觀啊？都唔知心喺邊度。但係我哋其實唔需要去睇邊度，唔需要去揾。心其實就係覺知所緣嘅嗰個自然嘅狀態，佢係同所緣同時生起嘅。心唔會單獨一個人存在。幾時有心就一定要有所緣，幾時有所緣就一定會有心。所謂嘅所緣唔係指情緒，唔係一般人理解嘅嗰啲貪嗔痴，佢係一個術語，一個專有嘅名詞，係佛教嘅專有名詞。所緣嘅意思呢，就係覺知嘅對象。心係乜嘢呢？心係覺知所緣嘅嘢，其實就係能觀同埋所觀，所以能觀同所觀係一對嘅，一對出現。所以自己修行呢，就會睇到唔去呵護呢個心喺呢個心口，然後又唔去呵護呢個所觀，去睇呢個心喺六根生滅。但係心一定要先安住，如果心唔安住就睇唔出乜嘢。如果心本嚟就迷失啦，一直咁樣迷失落去就睇唔出有迷失。但係如果心可以安住，或者一旦心忘記咗安住啦，或者心走咗去睇畫面嘅心，咁只係一下心安住呢，佢就會生起迷失嘅心就滅去，知者嘅心就會生起。有時候迷失去聽聲音，然後覺性捕捉到話心去聽聲音，迷失去聽聲音嘅心就滅去，然後知者嘅心就會生起。所以睇到一定要有知者嘅心，就好似喺中間呢個位置，比如話做其他嘅嘢之前，一定要有一個中心點。然後有時候心走去諗就走得好遠，但係如果我哋曾經訓練過，話嚟覺知自己及時知道自己嘅心嘅話，迷失去諗唔耐，咁就知道啦。話迷失去諗啦，
迷失去諗嘅心滅去，知者嘅心就會生起。心唔係得一顆㗎。之前龍波教心生滅，咁有一個出家人就話教錯咗啦，心係恆常嘅。然後佢咁樣理解，咁就由得佢啦。但係心恆常係屬於一個邪見，係錯誤嘅見解。因為佛陀就話啦，心係一念生一念滅，日日夜夜都係咁樣。佛陀從來都冇話過心得一顆。但係呢，心一次係生起一念，然後心一次生起一顆，同埋心得一顆係唔同㗎，係咪啊？比如話心一次，比如話生起眼根，然後滅去，然後生起耳根，然後或者係鼻舌身意，然後或者走去諗，生咗就滅。如果我哋有知者嘅心作為基礎，知者嘅心知道之後呢，去睇嘅心就會滅去，就生起知者嘅心，去諗嘅心。比如話覺性捕捉到，然後迷失去諗嘅心就會滅去，就翻嚟成為知者嘅心。就好似我哋就有一個飛機場，然後飛機總會係落地，總會係呢個喺呢個翻嚟呢個地方。然後知者嘅心佢本身都係生滅㗎，所以龍波觀心一開始係睇自己比較容易睇到嘅親心，因為自己係親心人嘅人。接落嚟就繼續睇到親源自於乜嘢呢？親係嚟自接觸到唔滿意嘅所緣，有觸，亦即係接觸到外層，接觸到所緣，嗰個所緣唔滿意，自己唔中意，因為自己本嚟就係基礎就係親心人嘅人呢，咁親就會好快就出現啦。所以喺親生起嘅時候，唔係話無啦啦就出現噶，唔係話佢無緣無故就出現，佢係有因緣令佢出現，佢先至會出現噶。咁從觀心睇到親生起，然後親滅去，接落嚟睇到親生起，然後貪痴都生起滅去。睇到親生起係因為有觸，然後睇到貪生起都係因為有觸，睇到呢個痴生起都係因為有觸。一定要先去接觸所緣，接觸所緣就會令到我哋生起一種苦樂不苦不樂嘅感覺。喺我哋嘅眼睇到畫面嘅時候，嗰個時候淨係得一種感覺，嗰個時候就係捨受。而睇咗畫面之後呢，係生起苦定係樂？苦樂嘅感受係喺之後先至生起嘅，而唔係我哋一眼睇到嘅時候生起。比如話我哋眯埋眼轉去其他方向睇，擘開個眼試下咪眯埋眼，然後呢轉去其他地方再去望，然後再擘開個眼，感覺到嘛？喺第一個瞬間我哋睇到畫面嘅時候，我哋嘅心係冇咩感覺㗎，係中捨㗎，冇苦冇樂。所以喺我哋嘅眼接觸到畫面嘅時候，我哋有嘅只係捨受，冇苦受或者係樂受。而喺我哋嘅耳仔聽到聲音，或者鼻聞到氣味，我哋條脷嘗到味道嘅時候嘅嗰一刻，第一刻係冇咩感覺㗎。但我哋身體接觸到感受嘅時候，就會有身體方面嘅感受，會生起身體方面嘅苦受同埋樂受。呢個有觸接觸到眼耳鼻舌，喺一接觸嗰個時候呢，佢純粹就係捨受。但係接觸到身嘅時候呢，比如話俾人敲咗個頭，就會有可能出現苦受或者樂受。而至於心方面，我哋個心走去諗，有可能會生起苦受、樂受或者不苦不樂受，邊種感受都有可能。所以喺唔同嘅根門接觸，就會有生起感受，但係生起嘅感受唔一樣。自己呢，就觀心嘅起點，其實就係睇到心有親同埋心無親，但係呢啲理解就會慢慢增加擴大。一開始睇到親，後嚟呢就慢慢睇到貪同埋痴，接落嚟觀落去就會睇到佢嘅嚟同埋走，佢嘅原因。比如話睇到有觸，咁先至會有受。比如話有快樂生起啦，然後貪就會滲透入嚟。如果有苦生起，
呢個親就會滲透入嚟。如果呢個所緣唔清晰或者唔強烈，話係苦定係樂呢？咁接觸咗所緣之後就不苦不樂，大部分就係有痴滲透入嚟，然後就知道話煩惱呢係跟住受之後滲透入嚟㗎。佢滲透入嚟，佢唔喺邊度，我哋只係睇到佢嘅終點，然後睇到話一有感受，然後呢煩惱滲透入嚟啦，就會生起想要慾望，比如話接觸到有快樂嘅所緣。貪生起啊，我哋就想要呢種快樂維持得耐啲，呢個時候就生起咗貪啦，就生起咗慾望。喺我哋接觸到所緣，然後苦生起嘅時候，我哋就生起咗慾望，想要呢個快樂，想要呢個苦快啲消失，呢個就叫做無有愛。所以由觸就帶嚟受，然後煩惱就喺受之後呢會滲透入嚟，就推動我哋會生起貪。喺貪生起嘅時候呢，心就入去要去捉取呢個所緣啊，想要得到，要去捉取佢，呢個就叫做取。一去捉取，心去捉住啲乜嘢啦，心就會掙扎造作。有咩刻意，有動機，就會生起各種各樣嘅造作。呢一點就係屬於行，或者係叫做十二緣起入邊嘅有。有冇聽過啊？即係呢個有全部消失，其實就係所有嘅造作都消失。而生就係心捉取眼耳鼻舌身意嘅呢個過程。幾時候有滅咗嘅話，其實呢個生都會滅。心幾時停止咗造作，就唔需要再去捉取眼耳鼻舌身意啦。喺心去捉取眼耳鼻舌身意嘅時候，嗰個時候就係有生。一有生，苦就存在啦。點解？因為眼耳鼻舌身意本身就係苦，五蘊就係苦。呢句巴利文即係總而言之，五取蘊係苦。眼耳鼻舌身意，其實呢個眼耳鼻舌身係屬於色蘊，然後各種感覺，各種呢個造作，呢個係屬於名法。如果心仲喺度捉取色法同名法，咁就仲會有苦。如果我哋修行直至到可以放低，修行就先放低色法，佢係比較粗重嘅事物，好容易觀，咁就先放低呢個色法。對於色法冇執着啦，呢個係屬於三果阿那迦彌嘅呢個境界。接落嚟修行就會切入到心，我哋睇到佢嘅過患，佢嘅苦。呢個心啊，佢有負擔，一直都有，佢被壓迫住，一直要變化。心啊，佢一直都喺度繁重咁樣工作。比如我哋嘅身體可能工作幾耐，然後就可以得到休息啦，但係心從來都冇得到休息。從我哋一出世直至我哋死亡，心一直喺度不停咁樣工作。我哋因為佢一直要不停咁樣去感知所緣，瞓着都仲喺度感知所緣。我自己就睇到話，心真係好可憐。呢個心有嘅只係純粹嘅負擔，咁樣睇到之後就放低。當我哋睇到咗五蘊係負擔、係苦、係過患嘅時候，先至可以放低五蘊。呢個就係我哋修行嘅道路，最後就放低所有嘅一切，唔再去執取啲乜嘢，唔再去甚至執取涅槃，唔執着話自己要成為乜嘢。如果有邊個話俾我哋知話我係阿羅漢啊，要知道話唔係。如果佢唔係，佢得兩個選擇，一唔係呢就係講大話，一唔係呢就係有錯誤嘅理解。從來呢，高僧大德都冇話過自己係呢個係阿羅漢，因為佢已經冇我啦，已經係唔會覺得有個我啦，點會仲認為自己係阿羅漢呢？對於嗰啲解脫嘅人，佢係冇任何嘅界定噶。
但係呢，佢會用語言嚟呢個去溝通，仲會用我哋普通人嘅語言嚟溝通，比如話用概念法，但係佢嘅內心係一啲都冇執着於呢啲概念法，會唔會太難啊？想教得簡單啲，簡單都得。總結就係訓練去觀呢個狀態，觀唔到身就去觀呢個身體嘅喐，然後身體呼吸去覺知，身體行住坐我覺知，身體動停覺知，不停去感覺，就係為咗呢覺知自己，可以覺知自己就可以繼續進步。如果忘記咗自己，就冇辦法可以提升。心樂知道，心苦知道，心不苦不樂知道，有嘅只係三樣。如果知道得更加細緻、更加微細，就睇到心善知道，心係不善知道。所以就係喐咗停，喐咗停。然後就會睇到有感受生起喺身心嗰度生起，感受生起於身同埋心。如果感受生起於身體，咁就喺嗰度結束啦。咁如果心入邊嘅感受，佢生咗就滅，同樣都係生咗就滅，生咗就滅。但係呢，喺感受生起，無論係身定係心，心都會繼續去工作，就會做作善同不善。從受咁呢，就而家呢，就從身念處、受念處嚟到心念處，因為心有時候善，有時候不善，不停去觀。接落嚟就可以切入法念處。我哋知道前因後果，話有呢樣嘢先會有嗰樣嘢，然後如果呢樣嘢冇咗，嗰樣嘢就會冇。慢慢修行，直至到可以切見真相。冇乜嘢法啊，冇乜嘢係更加比佛陀嘅法更加深嘅，因為全部都係關於心，係非常之微細嘅。奇唔奇怪？我哋有心，但係我哋就唔認識自己嘅心。所以我哋就會不停咁樣生死輪迴。好啦，今日大家去修行，然後呢，龍波要嚟檢查作業。1號，心仲有啲散亂，但已經可以從念頭入邊出嚟，因為背痛，所以固定形式嘅練習就變少咗。喺日常生活之中，可以更加自己自然覺知到情緒，比如話嬲嘅時候知道嬲，去睇嬲嘅狀態，心呢就冇咩感覺。理解呢個係心安住，固定形式同埋日常生活之中都持續喺度練習。而家覺得冇咩唔同啦，好似乜都冇做。然後禪定減少咗，而家覺得修行冇目標，但係仲繼續練習，請龍波指導。我哋一定要有目標，我哋嘅目標就係純正解脫。背痛嘅時候呢，要有覺性去捕捉到，去知道身體一個部分，然後背痛又係另外一個部分，唔中意背痛嘅心又係另外一個部分。邊度痛咗之後，我哋都可以攞嚟做修行嘅呢個所緣。所以就話唔知道觀乜嘢，唔好咁樣講。有嘅，有嘢俾我哋睇嘅，不停咁樣去觀。觀得多之後呢，就唔想再出世啦，因為會苦。2號，固定形式係行禪、打坐、念經。日間心迷失，去諗，會返嚟覺知身體嘅喐，內心深處希望
呢一生可以關閉惡道之門。醒嚟嘅時候，心輕就中意，心重就唔中意，知道冇辦法控制，係無常嘅。有好多念頭，有時候喺呢個火車上面行路嘅時候，或者誦經之後，心就會集中，會空，會輕安，會安住，而且可以中立，但係唔知道分離蘊係點樣嘅。請龍波指導。唔明咁就唔需要明，唔需要明好多嘢。快樂知道，苦知道，然後而家重知道，輕知道，不停去知道，唔需要知道好多嘢。有乜嘢喺當下俾我哋知道，就去知道嗰樣嘢，不停去用功，咁樣就會好噶啦。努力想明白好多呢，就會散亂。1號，你而家喺度呵護心啊，你感覺到嗎？有冇睇到心跑開？你而家將個心做到喐都唔喐，令佢靜止。你當下嘅心同埋頭先冇修行嘅心唔一樣。好嘅心係平常嘅心。喺你呵護心嘅時候，你而家喺度呵護心，要大膽一啲，要放開佢去運作，然後有覺性緊隨住去知道去睇到。你嘅訓練都冇錯，大龍波話俾你知，你就可以繼續去提升進步，真係可以開發智慧。你個心呢，而家係靜止唔喐噶。好，同2號冇關，龍波係同1號講。2號，你嘅弱點就係散亂得好犀利，你個心啊非常之散亂，心中意諗。你帶住個心去諗啊，帶住佢去諗佛法僧，不停去念誦，去諗呢啲，要心令到心有一個工作，心有工作就唔會散亂。同埋佛陀喺埋一齊，心就唔會掙扎，心唔掙扎。咁呢就可以定靜。你而家開始返嚟啦，頭先啊就散開喺出邊㗎。3號，用呼吸同埋動作為禪修嘅業處，更清楚咁樣睇到身體係覺知嘅對象，佢自己喺度運動變化，睇到自己嘅邪見我慢，但係覺得好慚愧，所以更加專注於提升自己心嘅品質，想知道而家咁樣用心啱唔啱？唔好去一味咁樣追求提升心，只係話不停咁樣去學習心。我哋佛教徒嘅工作係學習，學習身，學習心。而至於進步或者係提升，唔好期望話我哋做咗就咁樣好或者嗰樣好。活在當下，不停咁樣活在當下，然後有覺知，去知道身，知道心。經常去睇到當下，佢會自己進步㗎。3號好，如果1、2、3，其實每個人都好，但係龍波講嘅就係希望你可以繼續提升，咁樣就唔會呢原地踏步。3號呢，唔好去呵護心，令到佢喐都唔喐。你而家喺度控制心，你感覺到嗎？如果知道就可以。唔需要去改正，如其本來面目咁樣去知道。如果你去呵護呢，佢就會緊，就會覺得緊。如果緊咗，咁啊去知道，佢輕咁又知道，係不停去感覺。好，4號。
早晚修行每日3個鐘，打坐2個鐘，行禪1個鐘。臨時嘅家係安般念，身體呼吸，心係觀者，緊隨住去知道走嘅心。打坐係擘開眼嘅，睇到六根生滅，戒更加穩固啦，煩惱變得更加輕薄。繼續去修行，修得好。5號，等等。4號，你而家心外送啦，佢知道話佢走咗去出邊。如果知道咁就 OK， 唔需要去改正。5號，每日固定形式係早晚打坐1個鐘，然後有時候呢會行禪。日間練習仲比較少，用觀身心嘅感受為主，有時候可以越過五蓋，心嘅力量增強咗。迷失嘅時候可以及時知道念頭，然後更加快咁樣返到自己業處，用如理作意嚟觀察三法印，但係經常係用思維去諗嘅，而唔係直接睇到嘅。一開始都係思維。接落嚟冇刻意睇到，佢會自己睇到。好。6號，每日行禪至少4個鐘，有好好咁樣持5戒，每個月呢持8戒3日，覺知到瞋心同埋痴更加多。睇到苦嘅時間變短，睇到心嘅狀態交替咁樣來來去去，有時候好似一頭霧水，但有咗正念就可以從頭開始。日間有時候睇到心嘅運作，有時候睇到呢個身體好似一段一段咁樣。請龍波指導。修得好，不斷咁樣去訓練。7號，7號好。每日固定形式嘅練習係行禪同埋打坐，每日大概1個半鐘，然之後喺日常生活之中培養覺性，睇到心嘅迷失同覺知更加多，睇到苦時間變短，覺得自己有時可以分離呢個唔穩啦，唔知道而家修行啱唔啱？啱，你修得好。觀察到嘛？心啊，佢可以自己愉悅起身。修得好，修得啱啦。唔好懶，唔好放棄修行，唔好停止修行。8號，修行係念佛陀，同埋去觀察呢個念頭走嚟走去，唔強迫個心努力念佛陀，知道自己喺度諗就返到嚟呢個念佛陀。但有時呢，佛陀消失啦，就會改為觀身，直至到又可以覺知到又喺度念佛陀，就咁樣不停咁樣訓練。而家修行好似可以更加頻繁覺知，但係知道自己諗嘅時候就唔係知道得太清楚，好似以前用強迫嘅方式修定咁清楚，唔知道咁樣正唔正確。你有痴滲透咗入嚟，唔好令到個心昏沉。比如話修行咗之後心昏沉咗落去呢，要去覺知，要感覺，要令到你個心比而家更加積極，更加有活力一啲。7號迷失咗啦。8號，喺你觀狀態嘅時候，你個心慢慢咁樣滑入去，佢滑入去，然後黐住喺你觀嘅嗰個所緣上面，要及時咁樣知道喺心移動出去嘅嗰個時候，
唔去阻止。但係如果佢要滑入去，然後咧滑咗知道，滑出去知道，心就會有力量，就會安住。7號，你而家覺性覺知太弱啦。喺打坐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有覺性。如果唔係好快咧，就會昏沉啦。好啦，今日就開始到呢度。7號好，唔錯。